仲有幾日就過年啦，大蝦買返嚟唔好成日都係白灼，試一試呢個羅氏蝦嘅新做法，大人小朋友都鍾意食，用嚟招呼客人都係好唔錯嘅。我哋先嚟處理一下大蝦，先用鉸剪將呢啲鉗同埋鬍鬚咧剪走佢。今日我去買呢個羅氏蝦要50蚊1斤，快過年啦，唔知道你哋嗰邊有冇升價呢？全部處理好之後，再用小刀喺蝦背上面劃上一刀。咁樣煮起身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更加入味啦。跟住放入大碗度，加入一殼鹽，適量嘅清水清洗乾淨，然後撈出嚟瀝乾水分。姊妹們，麥廚每日都會分享一道做菜嘅小技巧，如果你唔嫌棄嘅話，點個小紅心支持一下，唔該晒大家。另起一隻鑊，加入多一啲食用油，然後將大蝦落鑊煎。呢度要開中小火慢慢煎，煎到熟透就可以倒出嚟備用。關鍵嚟啦，要想個味道好，呢個料汁嘅配方大家要注意睇啦。先喺碗入邊多嚟啲芥末，一小殼白糖，一啲生抽，一啲蠔油，少許嘅胡椒粉，一啲啲嘅澱粉，攪拌均勻備用。然後再起鑊燒油，落入蒜末炒出香味，再倒入羅氏蝦。開大火翻炒均勻，然後再將啱啱調好嘅料汁倒入去，快速翻炒，讓每一隻蝦都均勻咁裹上料汁。芥末經過高溫嘅烹煮呢，佢嘅莖味會揮發咗好多，但係佢原本嘅香味都會保留喺食材入邊。最後再嚟啲蔥段就可以出鑊啦。咁樣一道香噴噴嘅芥末羅氏蝦就做好啦，鮮香滑嫩，每一隻蝦都裹上料汁，大人小朋友都搶住食。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關注麥廚，喐一喐手，每日都係家嘅味道。